当要安怎？咱煞去三件宝，佮甲因拼，咱爱互因行袂紧。啊，文兄，师傅，我知。你个开人歹，还要甲阮糟蹋红这样呀？我感觉无爽快。我嘛是。我想应该无几个小太太欢喜，敢毋是要开啊？这些小剑仙。是。我自细汉就听讲什么战争的，这个战争吼。对啊，咱即摆小战。啊，过来。叫伊安怎叫伊，莫过来rồi。安尼咱就和平自由。啊，咱甲破城。嘿，阮嘛是。咱甲是大城。我爱过疑心。嘿，是。啊，咱若搁减遮吼，会开搁较久啊。来啊，行！